现代人是愈来愈晚结婚。根据上新的统计，国内民众平均是31.7岁才结婚，创下历史的新高，这比10年前是加1岁左右。大部分的民众嘛讲，是因为经济负担袂起，才会遐尼晚才结婚。阳光很危险。OK。公鸡小九节刺青婚纱充满幸福的气氛，比起较早，即卖人愈来愈晚结婚，因为社会变化，也甲教育程度较悬，个人婚育观念改变，初婚年龄嘛愈来愈侪岁。从早期大概30-40年前，18岁到25岁，现在的平均结婚年龄，我们公司来讲的话，大概30到35岁。以前很少看到40岁到50岁一婚的新人。但是现在其实还蛮多的。根据内政部6月上新统计，个人平均初婚年龄是31.7岁，佫创下6年来新高，比10年前增加1岁。其中男性32.6岁，女性30.7岁，六都拢有较晚结婚的趋势。其中上明显就是台北，平均33.2岁才结婚，是全台湾上晚结婚的城市。晚结婚的原因真侪，大部分的民众是讲经济因素是一大考虑。金钱方面吧。因为现在花费很多，然后养小孩也是花费越来越高。经济状况跟物价、房价，对我个人会觉得没有一定的基础不敢结婚。我身边朋友好像都还没结婚呢。现在不是人都越来越晚了吗？我可能不结婚吧，一个人自由自在啊。通市虽然是上少年的直辖市，不过嘛是有晚结婚、晚生的趋势。目前甲新竹市是全国2个补助冷冻2个县市。112年截至7月17日，总共有68人申请，其中以36岁到40岁为多数，总共有45人申请。卫生局表示，冷冻2个营养金补助的对象是设置伫通市30至40岁女性。第一年会当申请补助营养金1万块，第2年甲第3年会当分别申请保存金各6000块，上悬补助金额是22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